姐姐 Hello，太太。你叫咩名啊 Lenny。？Lenny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而家48歲。你望呢度啊，冇係。而家48歲，好。48歲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。幾多歲啊？佢哋？兩個小朋友，老大28歲，還有18歲。哦，你可以聽廣東話，但是不會講。是，對。哦，你只可以說普通話。哎呀。哦，英文呢？英文不會。不可以。OK。你在香港多少年啊？在香港8年。8年，你照顧什麼人？在屯門我照顧3個小朋友。7、8歲，還有5歲，還有1歲。1歲、5歲、8歲。係啊。你每日做啲乜嘢啊？每天你要做什麼？我每天我照顧有小朋友，有煮飯，有買菜，有整個 OK。哦，要帶他們去上學嘛？有，也是。你懂煮什麼菜啊？可以 steam meat、steam 雞，還有ผัด普通，還有煮菜啊，有煮飯啊。有買餸啊。你自己決定煮什麼，還是雇主告訴你他想吃什麼？我自己煮。哦，你自己決定。他們都喜歡吃。是喜歡吃也喜歡煮。OK。你怕貓貓狗狗嗎？我怕。不怕。怕還是不怕？不怕。不怕。你可以照顧貓，也可以照顧狗。可以。OK，好，謝謝你。拜拜。拜拜。